知道下营有这个鹅肉啦、蚕桑啦、黑豆啦，后来又有文旦啦，这些希望这些一级生产能够变成3级产业的休闲农业。那通过休区以后，协会会来帮大家整合这些资源，然后来整合行销。又临近这个南科这个那个工业园区，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比较友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友善的栽植来做 ESG 的这个推广，争取这个高端的这个课程来这边消费，让一般的人来，不管是在食农教育，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农业的休闲能够带给大家健康快乐。争取那个休区的通过也已经3、4年了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的业者们都相当的用心团结。休闲农业的业者几乎都是有机环保的一个业者所以所推动的各项的那个体验的活动，比如说你手做一些的物品，手做一些的东西是能够让你带回家。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亲近自然，休闲农业是在西北地区能够这样子的推动，能够带给农业的一个更精致化的发展。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能够来我们下营休区来游玩来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揭牌，掌声响起。庭前休闲农业区正式启用。我们台南市另外一个休闲农区的一个认证通过以及揭牌，就是我们下营营前休闲农区。这个下营物产很丰富，而且这个坦白讲很适合休闲农业的开发，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下营区来走一走。看到这个休闲农区，我看你就可能荷包大失血，买了很多住得很开心，玩得很愉快。欢迎大家来下营哦。欢迎收看5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总质询。议员李文俊表示，为伫小型的工业区用地，因为地点拄好是台南的中心点，靠近南科，有交通利便，吸引企业进驻优势。不过，对维修工业用地以后，附近的道路拢无开辟，坑咧爬远，相当无彩。所以议员呼吁，为了避免沦为炒地皮，要求市府积极爱心推动腹地开发。对此，市长嘛承诺7月之前启动开发计划。议员李文俊表示，徛伫市区大商回流，吸引企业投资，工业区用地一定要先规划好势，所以早就提案呼吁市府开发小型型工业区所划设的20公顷腹地，来带动地方发展。议员强调，因应高科技时代，当地高靠近南科，开发潜力无限，所以提高土地使用，和台积电会有的厂商进驻来拼经济，较受迫切需求。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对周边道路开辟开始，避免沦为炒地皮。你迄个讲啊做工业区，你讲画一个工业区内底，你应该内底遐的道路甲开辟2条，互2条大条路好入去。先迄21家遐有法度通先互落了，互路出来嘛，迄地好起来。啊，无讲一个进庄拢沦陷于伫遐伫炒土地尔。了啦，因为大家听着讲工业区一坪按2万、3万、5万，到近我听伊讲头成10万啦。正10万都干那土地尔，都无法度人去内底开工厂。议员报安尼啦，就是讲针对这个，我拜托我的秘书长，伊来综合，譬如讲工务局，经发局，负责，因来安怎有管这条路要安怎开较好，安怎用较上省啦，较袂讲咱即马你要开路地主就丢关价。我知。来处理。
面对港区开发案市长会后嘛承诺会会见相关局处，伫7月之前启动附地开发计划，至日后的土地征收议价也需要议员到协助。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提醒市府团队的缺失，议员周家伟依照严重程度以激进的减伤分类来予以质询。有动保处将对动物虐待处理动作上慢，有监务局所负责的公园国小、通合步道、嘉陵安桥、便桥、铁路工程一言再言，互地方有错误期待。主要就是质疑污水下水道巡检的专业做假，予以进行总检讨。因有法律背景的议员周家伟伫中日巡和市府团队陪病甲安，因为议员用激进减伤分类的做法，对第4级到第1级来提醒各局处需要改善的缺失。其中有动保处被民众质疑处理流浪狗被虐待动作太慢，过来就是公园国小的通合步道超过期限也未完工，烦恼冲击学生上下课安全。对此嘛，予市长紧急回应。拜托加紧脚步因为这里都是小朋友在走，这种状况越久，对孩子的安全越有疑虑。是的，是不是协定吗？跟你简单报告，我不希望看到发生在北部的那个状况，因为小孩子如果他要走没有办法走同学会，要走外面马路，反而刹车危险。是啊，是我们希望说最好在5月底，或是最好在5月底6月初以前就要走。好。另外，同款是监务局负责的林安桥工程，因为新桥通车以后，便桥铁路的工期却一改再改，到底当时才当让民众安心？我问你们公务局任何一个人，你们都跟我说应该快好了。这个应该快好了，大概从1年前就告诉我应该快好了。好，此时此刻已经5月底了，麻烦你7月底，如果你告诉我7月底会好。好，那麻烦你们遵照这个期限。好啊，如果7月底不会好，你老实跟我讲，要9月底才会好，12月才会好，还是要明年才会好？你要老实跟我讲。好，不要地方民众在问，我们都告诉他说，哎，快好了，快好了。好，来，这次局长允诺我7月底，结果拖到7月31号的时候，东西都还在。好，麻烦你们给一个正确的时间，不要让地方大家都觉得困惑。而检伤第1级的路主，则是水利局污水下水道的巡检专业做假，相片日期伪造，互议员掠包。这期要安怎互民众相信水利局是认真巡检清除污水坑？对此，水利局长嘛坦承缺失，强调一旦下水道有塌掉的，一定会马上清除的原则。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针对财政收支未分化的修正，不止中央认为对财政有无好的影响，就连地方嘛认为有严重的冲击。对此，台南市政府预估中央补助受影响的有149亿，事权转移恐惊需要负担278亿，轨道建设嘛恐惊被缩减2660亿。对此，议员罗坤浩透过中日巡认为市长是台南的大家长，应该提出对策，临时制止民众的恐慌。议员罗坤浩针对财政收支未分化修正，不止中央对地方补助将收回重新检讨，而且有关农保、老农津贴等事权支出嘛将回归地方办理，其中轨道建设将优先删除。对此，市府预估影响台南恐惊超过3000亿。对此，市府财税局虽然有拟定相关对策，不过议员认为上过这些拢是原本应该做。议员认为市长是大公，应该全力以赴，临时造成民众恐慌。恐怕我们中央补助会受影响149亿，事权的部分我们要负担278亿。轨道的建设遭删除删减2660亿，这东西您的那个工作报告里面所写出来的。最坏的情况下嘛，这是什么？因为这嘛毕竟嘛是按您处理的嘛，不是你讲那个讲我大概黑干了，问题点会就没有了嘛？不会啊。
我坦白跟我说，你是一个掌舵者啊，你附带的你要让人民民众、台南市民要有安定安心吗？因为院长跟那个部长都这么说了，部长跟院长都这么说，可是实质上我们第一最信赖的就是中央。量入为出就是有100块就花100块，有50块就花50块。你较早都没有量入为出嘛？较早嘛是。你今天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去都没有量入为出嘛。针对在税局所提量入为出减少补助对象甲删减无效益活动，因为这拢是目前各局处所提，但到底减少什么补助甲删减什么活动，在税局嘛讲袂出来。对此议员表示，市府一定要重新盘点甲检讨。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加强行销台湾雕降低关税对产业的冲击，台南市农业局甲台南老爷行旅合作推出台湾雕的美食柜，对5月23到6月1号期间有一系列的雕鱼料理。要让消费者品尝上鲜、上界在地创意菜色。台南是台湾雕鱼的主要产地，优质食材符合国际 ASC 认证。台湾雕去年的外销量大约是16860公吨，产值高达新台币17亿。市长每特强调，台湾雕鱼的介绍是相当平民化，经过罗志赛精心调制，变成多样化美食。欢迎大家来品尝美味好吃的台湾雕料理。台湾雕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料理，好的料理碰到5星级最棒的主厨，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调理出最棒的这个台湾雕料理。好的食材包括关庙凤梨，包括六甲的八田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也是达到月光米等级的好米，跟非常棒的非常夯的关庙凤梨，结合台湾雕，能够烹煮出一道又一道好吃的料理，所以欢迎大家来哦。那很多的好朋友看台湾雕，其实它是 CP 值非常高的平价鱼类鱼种，但是呢能够料理出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营养元素一点都不输昂贵的鱼，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吃吃看，来这个吃出健康，吃出美味，也吃出最好吃的台湾雕。台南老爷行旅干脆餐厅为5月23到6月1号期间推出台湾雕与你相遇美食季，为民众提供上美味好吃的台湾雕料理。台湾雕遇见你，好，那让我们这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呢，在这边呢，透过我们的这一个徐主厨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手法，那透过传统跟创新，那一起呢，把台湾雕这样子的台湾重要的这个食材，一起再把它重新的转译，重新的让它再呈现。那希望透过我们干脆餐厅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市民们呢，大家呢可以尝到我们台湾雕的美味。另外，在5月25日，干脆餐厅将会举办台湾雕厨艺教室，活动是完全免费。邀请到台南市南明养殖生产协会蔡阿玉理事长分享时教育。柯德正主厨嘛伫现场美食教学，甲大家做上有台南人情味的台湾雕特色佳肴。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文化局将5月定做文化月，为着满到中央艺文中心的文化故事馆，特别推出时代声影展览。透过音乐人、艺术家、甲设计师用不同的角度，甲文化音乐创作展开跨时空对话，也个透过 AI 科技，让宝岛歌王重新登上舞台。
身穿格纹西装，手拿白色麦克风，这是宝岛歌王文夏年轻时唱歌的模样。文化局推出文夏乐系列活动，透过 AI 影像科技还原文夏在舞台上才子、浪子以及音乐人的身影。另外还有时代的身影展览，当中有影像、手稿、图画等作品，看尽文夏的音乐人生。会当互足侪人看到老师甲这个音乐伊音乐界的交流甲传承这部分，伫即个天啊非常重要。就是讲，这个音乐人甲老师之间的关系通常利用无同款的创作。看一张相片，听一条歌，会当来熟悉文化这个人。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同的看法。展览走出传统框架，整合科技与艺文策展，同时以音乐人、艺术家或设计师的专业视角和文夏的音乐创作对话。除了文夏老朋友陈升把《迄个小狗牛》重新编曲，还有法国艺术家以影像互动方式，把飘龙记录歌词做成感官体验。播放的城市不是影片啊，伊是一种城市会主动走，不是讲有一个次序的。所以伊这个城市走，伊要升到我的度是对老师这个歌词去找出一个图样，来甲伊的字做一个游戏啊，所以是一个字甲图的互动。台南的5月是文夏月，透过精彩的展览以及一系列怀旧经典讲唱活动，重新展现文夏音乐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与文夏相遇。记者苏怀谈的报道。社团法人台湾青年教育服务推广协会22号伫正大册城举办角落的光新册发表。该册记录了台南、高雄、屏东40位志工的生命故事甲人生的铁盒，嘛是全台湾头一本小解高龄幼志工的报道文学。作者杨义宏嘛伫发表会上分享真侪志工感动人的故事，请侪册迷甲朋友到场支持。角落的光由社团法人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自费出版，邀请资深记者杨义宏耗时1年，收集南台湾各领域志工故事撰写而成，并由摄影师洪家和随行记录，带来40篇精彩的志工故事。很多的志工他的故事算是很感人的那有的志工可能是他文笔没那么好，那我后来就找了我们今天的作者杨义宏来讨论说，那我们是怎样把我们的志工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故事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甚至来鼓励更多的想要来以后或更多的市民或者民众能够来投入志工工作。发表会这天，除了许多书迷朋友前来支持，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前台南市社会局长卢宇聪、前中华日报社社长邵英杰、电视节目制作人赖景堂、广播主持人夏威、议员蔡立青也都到场，向大众推荐《角落的光》这本书。杨义宏在写这本书虽然他的文笔本来就很好，但是要去采访到40几个故事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如果大家看过他的书非常的有温暖的这个笔触。我仔细看了这本书的每一位志工起心动念，从事志工社会服务的这个心路过程，让我这个尤其敬佩每一位志工对社会的牺牲奉献。最近这本书我拿到之后，我都一直放在我的包包或放在手里。一是呢，我把它念熟，我已经做了很多笔记。还有画很多重点这本书其实它叫做《角落的光》，其实倒过来也是光的角落，大家都是光。那落脚在这本书里面，然后透过这本书，让所有的人，你们每一个做志工的人都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就像光一样。作者杨义宏特别感谢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秘书长徐家荣的邀请，让他能参与这项计划，从采访志工故事当中学习成长。角落的光这本书，其实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
跑遍了台南、高雄跟屏东3个地方哦。那其实书里面记载了40位志工的生命故事哈。那这也是全台湾第一本介绍各领域志工的报道文学哦。对，那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啊哈，就是我们社团法人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的秘书长涂家龙哈，他的邀请之下，我们共同来执行这项计划。对，那从采访整个采访的过程跟写作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以前我自己不太清楚或知道的领域，那我自己个人也在从中学习成长。对，那非常感谢这40位包含社福、农政、文化、环保等等各方面的志工接受我的访问。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常常能看到许多志工的身影，他们不求回报，辛苦为社会服务，默默守护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暖心又伟大。这些真实的志工故事，就在这本《角落的光》里面，等待大家亲自来翻阅了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有一间位伫国际路上的早餐店，外观虽然足无明显，不过生意却是强滚。原来是餐点的分量真济，尤其是空肉饭，一摆就有4-5地，这家连碗公拢满出来。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顾客上门指明要吃控肉饭，1块2块，老板毫不手软，一次就给到3-4块，还加上1颗荷包蛋，连碗公都快装不下。哦，我吃10几年了，40几年了。哎，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好吃，在地的道地口味。控肉每天都要卤上好几锅，因为实在太好吃了。包啦，控肉都可以，那个挂包控肉都可以。大概每天大概几点就要开始卤肉？这个也要隔天，前一天要卤起来，然后冷冻，那个才会入味，入味才会香。这个要油炸过，要炸过才会香。这个1天要3锅这个饭，50人份的饭要3锅了。这间位在大园国际路上的早餐店，外观超不起眼，却拥有大批死忠顾客。橱窗里空荡荡一片，顾客还是络绎不绝。很大，对吧？很大，吃得饱，吃得饱，所以会很常来。对啊，肉就是2块，这个我会放到4块到5块。不只是控肉饭，挂包也是一绝。花生粉、梅干菜，再放上好几块肥瘦刚好的控肉，不到中午时间就统统卖光光。这样才吃得饱啊，这样量才够啊。这个肉这个就是2块啊，这个4块啊。哎呀，这个不惜成本，也还好啦。主要是要让客人吃得饱。对呀。我们的主要客人都是什么？都劳工阶级啊。哎呀，卤肉饭、扣肉饭都那么大碗，也是劳工阶级，工作辛苦啊，吃得饱啊，还有力工作啊。就是因为分量超多，吸引不少劳工朋友前来消费。虽然因为航空城即将搬迁，顾客仍是希望他们继续营业，甚至不断询问搬迁地点，就算要绕路也在所不惜。味道也好。最喜欢吃它的什么？干面很多控肉饭也喜欢。它的辣椒呢？它的辣椒很好吃。你也是很喜欢。对。这就是始终就对了。对。他就算搬走，你也要跟着去。对啊，所以要问搬到哪里啊？因为这边客人少啊。哎呀，有钓鱼的客人啊，有早上那个晚班下班的、早班上班的，他们都在那个4点半、5点就要交接啊。哎呀，所以这边都最热卖的是什么？最热卖卤肉、控肉肉跟面。分量超狂的早餐店满足劳工朋友对于饱足感的需求。老板夫妻清晨4点一开门，手就没停过。虽然累，但能满足顾客的心，是他们持续经营的动力。记者赖伟一报道。桃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甲在地剧团合作，打造一出互动式的导览剧场，不止让学生透过文化币会当买票优先来体验，透过剧场角色的设计。也要让学生亲身加入剧场，在体验当中感受艺术的趣味甲深度。
为什么会是书画？整理自己，因为书画间可以化妆。剧场人员带着学生们透过剧场中散布的线索，要找出女主角消失的原因。桃园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配合114年起文化部文化币使用下修到13岁，携手在地的和日君再来剧团，打造沉浸式导览剧场，在铁玫瑰寻找玫瑰，让学生透过文化币购票抢先体验，透过剧场角色引导跟空间解谜设计，让学生们亲身走入剧场，在体验中感受艺术的趣味与深度。那我们这是结合了实境解谜、戏剧表演的元素，还有剧场空间的探索。那用一个很沉浸式的演出，带领同学来认识剧场。那同学这次会先在舞台区先观看一个开场的表演之后，然后会分组到剧场的不同空间啊，包括那个控制台、然后书画间跟舞台等等区域，然后透过这个剧场空间的这个实境解谜，去找到女主角那个消失没有上台的原因。那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有趣的形式去认识这个神秘的剧场黑盒子。那在过程当中就会很自然的去了解到剧场的空间那这次我们也结合这个文化部的文化币的这个政策那同学是用文化币的点数来购票进场看表演的那这次如果这个成效良好的话，我们未来不排除把它变成一个定目剧的形式我们就是定期会用这种戏剧的元素来带领同学去认识剧场。桃园市长期推动艺术扎根，举办牵手进剧场，带小学生进剧场。这次再结合文化币补助下修到13岁，首次尝试铁玫瑰剧场冒险计划。石门国中学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剧场，觉得环境很棒，非常期待后面的活动跟表演。老师也希望借此让同学们学习剧场礼仪以及了解剧场工作。因为我们班那个老师有举办这个活动，所以我就来啦。好啊，那你觉得比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就是这个场地，我觉得蛮酷的。第一次进剧场。对。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比较算是在就艺文区以外，就是在龙潭比较靠近石门水库那边，那附近相关的艺文的设施大概就只有课文馆。对，那所以就以我们班为例，我们班其实有大部分孩子是没有经过剧场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第一个当然是剧场礼仪，然后再来就是能够体验到，就是其实剧场工作蛮不容易的。那希望大家就是支持艺文工作者买票进场。桃园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表示，在铁玫瑰寻找玫瑰以莎士比亚著名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出发，结合部分经典场景，并以实境解谜游戏、剧场空间探索，邀请国中生一起走入剧场，认识表演艺术。不仅提升学生对剧场的认识，更深化文化素养，让每一位年轻人都能透过文化币这把钥匙，开启属于自己的艺文旅程。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感谢收看5月22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家，咱再会。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年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